中央研究院 P3的实验室，一个研究助理确诊获得病毒。中研院的院长廖俊智早起到立法院报告来证实，这个实验室出现着6大疏失，包括助理去互带病毒的鸟鼠夹到，第一时间并无通报；包括咧清烫这个防护装备的时阵，无照规定是先来烫手套，再来烫衫。 还阁有新进的人员，还阁咧训练，就互伊入去实验室，嘛无管理人员来监控等等。疾病管制局的前局长苏益仁就来提醒，因为骹手无够，就互无经验的人入去这个实验室，这是真不应该的代志。指挥官陈时中嘛来回应，讲等调查结果出来，不管层级有偌悬，应该处罚拢会处罚。本人仅代表中央研究院。 致以诚挚的歉意。中研院长廖俊智就台报告新会室内，所以对研究助理去挖着病毒，调查到12号暗时10点来做上新的检讨。第一次咬伤事件发生时，个案向实验室负责人通报，负责人判断该事件属低风险事件，但未向基因体中心主管或生安会通报，仅叮嘱个案进行自主健康监测。操作小鼠应于生物安全柜中进行，但录影带显示11月24日并未依规定于生物安全柜中操作小鼠。3人离开 P3实验室，于储物室卸除个人防护装备时，个案未依流程进行。 且3人中仅有1人以正确流程进行。另外，3个所获各领域前研究助理，今年2月伫咧分生所做，5月伫咧 P3实验室做，进前的工课刚做3个月，敢若训练无够，伫咧实验的过程嘛无人管，中研院应该好好监控。 对染疫的个案去勘察到去主管领地，实验室前负责人詹家忠伫咧建议讲，这是无影的代志。你做错事情，长官来指责你，他又没有用什么不侮辱的语言来说的话，那这样不应该定义成为霸凌。对中研院出这个问题，但市长嘛喊咧讲重话。要看调查的一个结果出来，那不排除任何的澄清，只要是有。 谁该负责，那该惩处，那就是照法来做就是。但市长强调，有疑点拢会调查清楚，病毒实验室嘛要照规定来操作流程。若个安尼急放向行后国内本土疫情，佫开始变严重。